靜觀元素收集。喺開始嘅時候，可以有意感受一下身體被承托支持嘅地方，留心一下身體呢一刻係點樣坐喺度，畀少少時間自己調整身體，返到去一個舒服而覺醒嘅姿勢，腰背自然垂直，肩膊放鬆，同時容讓身體保持柔軟、開放。喺收集嘅開頭，可以簡單咁掃描一下身體，由腳掌去到雙腿、軀幹、肩膊、手臂、手掌、頸、面部、頭部。過程中可以容讓身體放下不必要嘅緊張，柔軟落嚟，亦都唔需要強迫自己。呢個只係一個嘗試，就算有啲地方唔能夠放鬆，亦都純然知道嗰個部分嘅繃緊，容讓佢自然喺度。而家會有幾分鐘靜默嘅時間，去容讓自己輕輕掃描一下身體。
覺得合適，可以讓注意力放到去身體入面土嘅元素，留心身體入面如山一樣嘅品質，可能係留心身體嘅重量、實淨，被地心吸力穩定住嘅感覺，感受骨頭嘅堅硬，肌肉嘅密度，所有賦予身體紮實、穩定形態嘅嘢，猶如石頭一樣，猶如地球上面嘅岩石、山脈、樹木、大地本身，我哋亦係由此而來，有一日亦都會回歸當中。土元素喺我哋入面，亦喺我哋四周。如果覺得合適，可以讓注意力轉移到去留心身體入面水嘅元素，留心自己口腔、嘴唇、鼻腔、眼睛嘅濕潤，感受身體入面嘅流動。水喺身體入面移動、聯繫、滋養。身體大部分都係水，就好似地球由海洋、河流、雨水塑造出嚟。水會流動，會改變形態，永遠都喺度移動。水元素喺我哋入邊，亦都喺我哋四周。然後覺得預備好嘅話，可以讓注意力
帶到去火嘅元素，感受身體入面嘅溫度、溫暖，嗰一份維持身體合適溫度嘅熱力，亦都留心自己入面嘅火，可能以活力、熱情，甚或乎激情嘅形態呈現。有時亦都可能係強烈嘅情緒、憤怒、強勁嘅能量。火喺我哋入面，亦都喺我哋四周。陽光曬喺皮膚上面嘅溫暖，地球核心嘅熱能，有陣時會喺火山爆發嘅時候湧上地面。呢個星球識得自我調節，無論呢我哋人類令佢變得幾咁困難，我哋嘅行動同時亦都清楚彰顯咗萬物嘅相互聯繫。火元素喺我哋入邊，亦都喺我哋四周，滋養住我哋喺地球上所有嘅生命。然後可以有意讓注意力帶到去風嘅元素，可以留心自己呼吸嘅流動，空氣進入身體，離開身體，氧氣進入身體，二氧化碳排出身體。而我哋吸入嘅空氣係同世界所有嘅人、動物、樹木，甚至成個地球共享。空氣時刻聯繫住我哋，風元素喺我哋入邊，亦喺我哋周圍。最後，
讓注意力帶到去空間，留心身體佔據嘅空間，身體入面嘅空間，內心嘅空間。有時可能滿載，有時可能開放。透過收集而打開嘅空間，喺一吸一呼之間，喺念頭與念頭之間，我哋與他人共享空間，乃至於宇宙本身廣闊無邊嘅空間。空間元素喺我哋入邊，亦都喺我哋四周。透過呢種方式，我哋連結起嚟，連結身體，連結彼此，連結四周，與世界連結。無論喺邊度，都感覺到自在。知悉一切事物都係不斷變化、流動。當我哋同變化同步，就可能以更大嘅和諧去經歷生命。可以容讓自己靜靜地坐喺度一陣，與所有元素同在，亦與周遭彼此同在。而呢個練習就嚟完結，可以用一個自己覺得合適嘅方法去結束今次嘅收集。可能純粹輕輕咁睜開眼睛，或者係將雙手合十放喺心口前邊，輕輕向自己鞠躬。或者係有意留心一個或者幾個嘅呼吸，或者純粹輕輕咁睜開雙眼，結束今次嘅收集。